富二代 Alex 迎接5個細路，歡迎光熙隊組成嘅少年足球隊對面臨破產嘅希文講：只要你哋殺入決賽，你張單，我 triple。希文一輪內心掙扎。Alex 受刺激買醉，比賽開始。輸18比0俾輸狗。手窿嘅肥啲驚波，不如退出啦。OK 仔，退出，我冇 K 先。OK 啊，佢就話 OK 噶，嗱 OK 仔，繼續睇 OK 啊。OK 啊。Oh my god！ 希文上司係 Jo，所以我成日都話 Alex 係 genius 嚟噶啦。你都想威翻次俾你爸爸睇嘅？爸 B 啊！爸爸就爸爸，你爸咩 B 啫？兄弟，我哋目標係咩啊？隊員希文教練手搭手，一齊攞冠軍！領銜主演梁詠琪、陳湛文、凌文龍、梁雍婷，BB 匿埋食薯片壓驚。阿彪你要做咩？你放過我啊BB 雙手被綁喺龍門架，面對4人射門。領銜主演朱柏康、陳憲略、周子瑜、林樂、陳樂婷、譚俊彥、單卓橋。光熙隊上場5人喺球場上全力以赴追逐夢想。片名《逆轉上半場》，12月25日今個聖誕踢出奇蹟。隨時隨地口述影像，香港盲人輔導會全力推動。口述影像版本由醒善真堂慈善基金贊助，鳴謝獎賞綜藝集團有限公司、無限動力實業有限公司、廣東珠影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、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及文創產業發展處。